方总，您能亲自登门，又给这么优厚的条件 ，SW 是好品牌，我没有理由不合作。希望我们能够双赢。一定的，谢谢孟总对我们的认可。那先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现在的年轻人可真不简单，这么大一摊子，光上海就3家连锁呢。不过啊，也是你亲自过来，不然肯定不会那么痛快答应的。医美渠道拓展，你还要抓紧啊。嗯，我知道。林睿可不是普通人啊，他狠着呢。不过，他的杀招就是止盈嘛，全公司谁不知道？但是他那个东西要见效，没我们快，投入的成本和时间也比我们大得多。喂，笑笑 ，LND 还有康提，一部他们表面在搞直营，其实在悄悄地弄新计划，供连锁酒店呢。我知道了，你继续盯着，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。出什么事了？那边有动作了。哎，温总，很闲吗？今天？谁啊？你啊？哦，我一点儿都不闲，我在外面全都是事儿。瞎晃一天，对着天空发呆，迷你 KTV 还唱了2个小时，唱傻了。这样吧，今天呢，我给你找一件带劲儿的事。停！你怎么知道我瞎晃悠一天呢？你有跟踪我？别误会，刚才在衡山路，你差点跟2个年轻小伙子打起来了。没有跟踪你啊，纯属巧合。就那俩小子呀，姐是练过的，要真打起来，就他们俩，还不是我的人肉沙袋。你要不要试一下？哎，我试过了，记得吗？这样吧，反正今天我很闲，我陪你练拳拳。你要跟我打？你是狩猎狂吗？我也练过的，小心啊，我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。你这种人啊，就是想验证什么叫屡战屡败。走。行，我安排拳馆。然后你可以打几回合？几回合？就你这样的人，第1个回合就想把我 KO 啊！叫小贝，在哪儿呢？报我定位，我找你去。你要干嘛？约上你的老板。叫小贝，我再向你正告一次啊，你这种人真的不是我老板的菜。对，有些事儿呢，坚持叫成功；有些事儿呢，坚持就叫愚蠢。我现在手上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讯息，有可能决定着你老板的胜负。是真的吗？我不肯定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想听，就定好地方，约上你老板，好好请我吃顿饭。不想听的就当我这个电话没打过，拜拜。叫小贝，我跟……喂，喂，什么？我刚跟你说什么来着？我真的忙得日理万机，不可开交，我忙得头都大了，太忙了。拳你自己练吧，我走了。复活了，也好。哦，这么说你是帮下属背锅呀？行啊，张小元啊，林睿这师傅没白认，3成功力学上。赶紧的，我的事已经说完了，该你了。但你自己想好了呀？
如果没有干货，这饭你请客。着什么急呀？你老板还没来呢，跟你说又没用。这事要先跟我说，要是真有价值的话，我老板亲自请客。张小圆啊，你耍我呢？你今天心情特别不好，是朋友就一起吃个饭，什么耍不耍的？哎，你答应我吧，你们叫我来的，我才来的。你现在来了之后，我变成你痴心的。以后你也在呢。你怎么叫他来了？我真的今天心情特别不好，就让大家一起吃个饭。你跟他熟吗？哎，好好说话啊，别阴阳怪气的，都是朋友。你就算要散伙，把话说清楚了再散，行吗？朋友啊，那你把这事儿给张小鱼讲讲啊，咱们评评理啊。你们俩怎么回事？奇迹之城运营至今，投入2000万，想要成型，还要再追加3000万。项目落地开始运营，总共需要2.5个亿。鉴于目前我们公司主要的目标是上市，我建议这个项目拆分转让。目前有意向的是 TC 集团，给我们开出的条件是：哎，蔚蓝文化已经以3000万的价格收购红岭持有20%的股份，现在合同都已经走完了。可能你还不知道，估计你的这个合同可能要作废了。什么意思？蔚蓝文化的吧，接吧。什么？TC 这个，我们同意拆分，我们去跟 TC 谈。你疯了吧？你同意我不同意？赶紧给我走！你走不走？张小鱼，这事儿能忍吗？不能吧？这是人性吗？火风的再混蛋，我们也只能忍。我们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，你现在闹脾气，你值得吗？你还没明白呢，资本涌入，好好的公司成了烂壳了。我们的项目已经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了，懂吗？电子竞技是风口，红岭它没有眼光，别家会投的。哎，蔚蓝文化黄了，我们可以找别人啊。再不济，那不是还有 TC 呢吗？风口啊，我看是阴风口吧。TC 呀，哎，张小鱼，你知道 TC 是干什么的吗？TC 是做猪饲料的，他懂电子竞技吗？卖给他们，你疯了吧？你别管他阴风阳风，现在只要是风口，他猪都能上天。猪能上天啊？你让他上天去吧，我不干了，我不干。我说淡定，你什么时候能成熟一点啊？别一出问题就怪这怪那的，你找找自己身上的问题行不行？你有点担当行不行？你说我没担当啊？你说谁没担当呢？小鱼我没担当吗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跟他们合作。不是你还来劲了怎么着啊？你以为人家投资是为了你的才华吗？温州推荐的。好，如你所愿，咱们散摊。散摊！大爹，什么事回头再说吧。大爹，大爹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前边。哎，你站着等会儿。走，咱们俩碰碰点。不喝。你干嘛？你也要跟我作对呗？双11，我自己辛辛苦苦做策划案，被一不好二不当做合作的时点，然后呢，出问题了，我老板被休假，我被停职。我为什么那么点儿背？
什么都做不好。我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，还是做成这样，还是什么都做不好。我比别人都付出的努力多，为什么我的职场人生就那么难？我刚买的科比同款，别往我身上擦行吗？起来了啊！没事，没事，随便擦了。周彩，没事儿。我就想有一天，我要做到 SW 中国区的销售总监，让我爸和我妈引我为傲。怎么着？哥陪你喝点去。走啊！走啊！你先走。说完了。嗨，本来说是来安慰我的，整个一个 SW 吐槽大会。张小鱼，不就是停职吗？你至于吗？你天天不上班，还有人给你发工资呢。要是我天天笑醒了，真的。喝。喝一个。老板呀，你再给我来2份。再来2拿啤酒。喝。喝。要不然你跟我来创业吧。像你这种千年难遇的销售奇才，跟那些论资排辈的老阿姨面前，真是太委屈了。来做我 COO，5年，我让你登上福布斯排行榜，怎么样？行吧？而且啊，3个女人1台戏，一大帮女人在公司里争业绩、比销售，不互相掐才怪呢。看看我们 IT 圈，大把的青年理工男，老实本分，以你这条件，大把的光阴，前途一片光明。说话呀！
我喜欢你，做我男朋友好吗？不行，我就要。别闹了，来下来。不是，下。就要。哎呦，你别闹行吗？别闹。没闹。就要。肯定。就要你做我男朋友。先放手。给我一个理由。我正在想。因为我赚钱比你多，事业比你好，是不是？我不在乎。先放手。你先说清楚。我喜欢那种女的，就是游戏里边那种高鼻大眼的。对，就是这种。网红脸。你喜欢网红脸？走开！干嘛看我呀？你喜欢网红脸？你这个丑剧大坏蛋！你不要看我了！那我走了。走！快点走，快点走！你赶紧走！哎呦，你慢点儿。放肆啊！起来。走开！不要离开我！爸爸不可哭，爸爸心里也苦。还赠送我一个失恋。好可怕！你在家呀？病又严重了，吃点药呗。等会儿我起来跟你说啊。你家有合适的药吗？我进去吃点。
你又跟方静打架啦？反正我在梦露那边，他跟我说，他要不是看着你的面子，真不会那么快的就答应下来。但是没想到吧，哎呀，反正是帮了倒忙。我跟他说让他把合同撤了，反正我也想喝酒。小孩喝什么酒？喝点水得了。反正呢，我让他把合同撤了，他还没答应我。过2天再去磨磨他。他觉得。别仗着人家喜欢你去逼人家啊！哎，怎么舒总有点偏心呢？医美那么大一块呢，全给方静了。你也觉得我完全没有胜算了？反正现在看起来是没有了。大家都这么想，也挺好的。你的后手是连锁酒店吧？我听方静接了个电话，说的就是这个。谁给他打的电话？小小，不是，笑笑。潇潇。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挺秘密的计划吧？那既然现在变成了这样，我就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：明天让全公司都知道这件事儿。挺好。王总，哎呦，林总，你怎么亲自来了？您亲自要不要？我怎么敢不亲自来？我们这次不好意思，抱歉。王总，这是我们 LND 亚太区总裁 Selina。王总你好，终于见面了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 SW 华东地区的销售总监林瑞，这位呢是 LND 的亚太区总裁 Selina。温哲不喜欢你这种类型的。你哪位啊？林总，身为销售总监，你却不对自己的猎物做充分研究。我们见过，林总很拼，对客户尤其上心，我很佩服呢。早就听说 LND 新来的亚太区总裁是香港铁娘子，明明是女神嘛。你太客气了，这些都是表象而已。我打单的时候啊，可凶了，我手下都说你凶起来可丑了。我打单的时候是不是也很丑啊？那我们2个凶女人一起拼方案，王总，你怕不怕？哎呀，我能不怕吗？你想啊，2位大美女，再加上那个美国康迪的领导，我们希尔达这次招标会，我们这半条命就交代在你们手里。好，别愣着，里边请。林瑞的暗招就是要入住希尔达酒店，这是他要超过您的最后底牌了。我们得做点什么。为什么？希尔达酒店全国连锁有300家店呢，这个单子要是签下来，他肯定会超过我们的。不是300家，在三亚希尔达刚开1家，所以总数加起来是301家。今天早上林瑞向舒总汇报了这个计划，而且你一定想不到，他走之前还专门找到了我，让我知道他去打单子了。301家是他告诉我的。他就是看准你温厚，君子可弃之一方。不过也没关系，
我还有别的办法。总之这次一定让他输。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商战表面上读的是棋局，其实真正读的是人心。林睿越来越厉害，还真有点看不透他了。我在想，也许这次他打单是虚，等着你去捣乱才是真。一旦等他拿到证据，我们的业绩再高也完了。你记住，对老板来讲，一旦被发现吃里扒外，那都是一票否决。更何况，要论玩手段，LND 的塞琳娜那可是江湖前辈。这次他亲自出马，希尔达的单子谁能拿下来？我还真是有点好奇。进来。林总，有事儿？我想参与希尔达这个项目。你想？我知道，我之前一直没有参与这个项目，但我一直在关注。现在张小鱼停职了，这个项目对我们医部很重要。现在董小姐已经接手在跟进了，关键是招标会很快就要举行了。下次有好的项目，我会考虑让你参与的。我知道招标会就在明天，但是林总，我还知道 LND 比康提胜算更大。您看看这个。你拿到了 LND 的投标方案，他们要与施威尔合作，定制专属水晶材质包装，主打奢华风。像血本了，这是。看来他们对希尔达的喜好很了解嘛。希尔达酒店的定位就是酒店中的爱马仕，他们真是投其所好。但是林总，他们一定不知道，我们已经拿到了他们的方案。说吧，什么条件？我想接替董小姐加入投标小组。如果拿下希尔达这单，我想要希尔达连锁所有的单。OK。林总早。Hello, Selina。你这个亚太区老总又亲自出马，看来 LND 对这个单子真的是非常重视啊。没办法，我们小公司嘛，不能和国际巨头相比啊。哎，林总，既然你们公司单子这么多，这笔让给我吧。怎么可能？你真没有幽默细胞，不就开个玩笑吗？看你急的。但愿一会儿你还幽默得起来。谢谢美国康提公司的代表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请 LND 公司的代表。希尔达酒店自1921诞生以来，一直都是各国政要、名媛名流的首选，是奢华和尊贵的象征。但据我所知，希尔达酒店刚刚加入了世界环保组织，环保是希尔达酒店现在最重要的诉求。于是，我们 LND 特别推出了极简风的设计，设计非常大方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些包装的材料，我们采用的都是一次性可回收材料。看来你们一直关注我们希尔达，这些消息我们还没对外公布。那么，除了强调这个包装以外，你还有什么补充？当然。我们特意在洗护用品中加入了口红，还有粉底的小样。有的时候吧，我们难免会遇到需要会客的突发状况，在这个时候，客人就可以简单的化个妆。以上就是我们 LND 对于这次竞标方案的主要内容，谢谢。谢谢 LND 公司的代表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请 SW 公司的代表。
各位，希尔达的宗旨是为每一位入住的客户提供帝王般尊贵的服务，而洗护用品呢是彰显酒店品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我们 SW 针对希尔达设计了个性化的方案，精致思想是我们这一次竞标方案的主题。以往希尔达的洗护用品都是统一的，但实际上每一个入住酒店的客人，他的皮肤状态是不一样的。而我们 SW 拥有各种功效的产品，我们特意挑出了4个系列：第一，美白保湿；第二，镇静舒缓；第三，修复抗痘；第四，焕肤抗衰。提供个性化服务这个思路很好，可是我们希尔达不可能在每个房间里都布置这4个系列，成本核算也不允许啊。这个是非常容易解决的，我们可以请求客人在预订酒店的时候就做出选择，这样呢，不仅可以精准服务，还能够增强客人被重视的感觉。请继续。我们的产品包装同样的是采用的可回收的材料，并且我们请到了前 FD 的设计总监亲自操刀，设计出了极简风的旅行包。我们鼓励客人把没有用完的洗护用品带走，这样不仅可以避免造成浪费，还能更加深入的去推广希尔达的环保理念。哎，这个想法不错。那么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？以我多年的从业经验来讲，彩妆是最众口难调的，而且客人常常都会自带。而敷面膜呢，几乎是现在对品质生活有追求的人士，也就是希尔达的目标人群的日常。所以我们在每一个系列里边配上了一张面膜，我们相信可以给每一位入住希尔达的客户带来最贴心的入住感受。好，谢谢 SW 公司的代表。我们已经听了3家公司的介绍，那么我们需要讨论一下。暂时呢，请3家公司的代表在外面休息一下。林总，你换方案了？王总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家久等了，我来说一下。那么，由于 SW 公司呢和 LD 公司的这个方案都很优秀啊，价格也非常接近，所以我们讨论决定啊，进行第2次招标，重新报价。那么时间呢就定在明天上午9点，辛苦大家啊。林总，你打猎的手段果然厉害，佩服。谁是猎手，谁是猎物，谁又知道呢？林总，想问我为什么换方案？昨天晚上临时决定的，换个打法，没想到还蒙对了。贾斯汀，通知策划部的人马上回公司今晚加班。为什么要加班啊？希尔达2次竞标，改方案做标题，好多事要做呢。不用了，回家睡觉去吧。回家睡觉。好，现在我来宣布本次希尔达洗护用品的最终招标结果。那么中标的公司是法国 SW 化妆品集团公司。那么我们为什么最终选择了这个 SW 公司？孟凡找我了，说法国总部不满意双11事件的处理意见。因为呢，他给总部的答复是要对我们中国区展开全部的审计。你心里有个数。挂了。而且呢，它的一些小的设计也非常符合我们的环保理念。块硬骨头，终于啃下了。得好好奖励你。老板，我什么奖励都不要。哦，
要为你的属下提意见要求 ，OK？ 什么事？拿下谢尔达，张小鱼功不可没。张小鱼，张小鱼拿下了谢尔达，将功补过，奖惩分明，是中国区的权利。您有理有据啊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我也有一个条件。您说。美发部你来负责，纳入考核。不是，老板，美发一直都不是我的强项，在中国市场拓展太难了，而且我们医部现在人手本来就不够。不愿意。接受。老板，你太狠了。J.K. 你行的。OK， 我行的。J.K. 谢谢你把我捞回来，你应得的。听说了，你接下了专业美发部，别跟我说跟我回来没关系。对别人来说呢，这可能是个麻烦，但是对于我来讲，也有可能是个机遇。你来看一下这组数据。看来传闻是真的。连总，您答应我的还算话吗？当然算话。谢尔达的业绩，小鱼同意分你一半。他凭什么？你还真的觉得谢尔达的单子是你打下来的？要不是因为张小鱼，这单子早飞了。你不是问我为什么换方案吗？你跟他说说。苏菲，你手上那个 LND 的投标方案，什么渠道来的？反正是费了很大的功夫。国安妮卖给你的。胡说什么？这个方案压根是假的 ，LND 故意卖给你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林总调查了谢尔达最近的项目方向，他也研究了他们总裁近1年的行程，可以非常明确，谢尔达在改变策略，简约科技环保是他们新的定位 ，LND 不可能不知道，因此你手上的那份方案很可能是诱饵。既然你们早就知道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，怎么能让那帮人放松警惕呢？你有野心，有勇气，这很好，但是要更踏实，更会动脑子。以后有好的机会，小鱼你多带着他。OK， 那我就先谢谢林总了。来，你看这个。刘瑞同意啦，给个安慰奖，1人1半。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张小鱼绝对是亲生的。